史丹福大學一個海事分析組織最近有破文警告講，有一隻停佇咧台南安平港叫做是兩岸號的貨船，這船隻的身份是假，可能會造成國安危機。航港局表示講，這隻船車閘來到安平港有上船去甲檢查，確定是有查到問題，已經要求這隻船若準無改善，就袂當離開。這隻停佇安平港9號碼頭的貨船，船頂的人員是足無用的，離開港口的時間無確定，因為這隻船早佇互國際組織掠案案，甚至互列作是高度威脅的污名單。航港局的人員佇咧13檢查，查到幾項無適合航海的重大欠點，要求這隻船佇咧改善進前，袂當離開安平港。它從海中接駁，然後靠岸，然後進到台灣地區。那這到進到台灣的，如果剛剛講的是人員或者是其他比較危險的武器的話，那這個對台灣的國安另外一種破口就是說，我們常俗稱的會不會有第5縱隊？相關單位一定要去嚴查啦，在還沒調查清楚之前，不要讓他們出港。這隻貨船若船身份是假，而且調過去18個月自動識別系統數據會當看到，伊航程定定駛去公海了後就結束。足奇怪，而且佇咧台灣10號位啊海峽活動的時陣，有1/3的時間會調一個把安全公報信號關起來。我們交通部要優先來禁止出港，而且航港局、我們的海巡署相關單位一定要加強整個盤查的機制跟監控的一些頻率。雖然講敢若高雄、台南有2擺停港的記錄。不過有儀器所偵測到有1213擺食水線真大的變動，專家合理推斷，這隻船一直咧做無合法的船對船轉運，私底下則唔知影是蝦米的物資，或者是相關武力的一個狀況這一點的話就不是單純的走私它可能就涉及到想用這種所謂的權益輪、非法輪國的這種侵擾來去進行國安破口的測試。對，專家提醒，網絡侵擾的狀況其實佇咧第一島鏈10號以下攏有同款的狀況發生。針對無開船隻自動識別系統的船是足歹防的，敢若會當增加海巡的量，才會當第一時間甲裝起來，甚至結合日本、菲律賓的海巡做下境聯合式的查緝、管理甲控制才有效果。記者綜合報道。